来过来是这个立法院，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来封杀掉总预算案。为了要赶紧交付到委员会来审查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前指示各部会首长讨论对策，更加甲立法院长韩国瑜释放善意，希望会当当面来参详。杜英泰嘛来证实，讲伊已经甲韩国瑜做伙啉过温暖的咖啡了。 民进党动好吗？那你们连总统的命令都不听，假动那些欢迎你帮忙点，直接打脸赖总统。甲激动原因，民进党敢有拢做较够？国民党的立委陈耀典到3共点名，看卖名单将近一半拢无人签。现场敢若民进党团的3长甲轮值的立委，一卖各方猎包部会首长嘛无专勤。 就是咧定经济部长郭志辉，因为开机了后，伊已经连续请假1礼拜。虽然有大成功，一起带团访问日本，严格也是互国民党口说讲无遵守偌清德的规定，等到行政院积极来做公亲。真的，韩院长同意哦。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间，我们已经喝过一杯很温暖的咖啡了。我们也谈了一个相关的事情，要再约时间再见面。我们彼此都要进行很多的努力。我们有积极跟各朝野立委都有在沟通，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啦。我常常接到院长的电话是最多的，所以各位不用担心，总统也不会骂我。杜英泰招韩国瑜做会联嘉宾，也明定今摆的目标是伫后礼拜听书委员会进前，赶紧互总预算案互为审查。部会首长担起着沟通的责任。 国民党团也唔敢大意，要将议挂降到上低。现在退出程序委员会，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？他们也都有解释啊，党团都有讲过了，我们就照党团说的。国民党团的大会，陆定伟一透早就来到现场，表示伊的诚意。毕竟进前伊讲到弃票，虽然已经自请处分，严格国民党团虽提议换听书委员会委员，总预算案哪力继续高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